風台特別來咯，都驚風台升長，宜蘭三星鄉的蔥仔，宜蘭二號的旺來，還佫有花蓮、台南雲林的果農甲菜農，全部攏趕佇風台前搶收農作物，希望損害會當降到上低。趕緊烤嘛袂使。宜蘭三星種蔥的農友趕緊烤蔥啊，因要趕佇包圍風台來台灣進前採收。是，做農就靠天吃飯啊，能搶多少賺多少啊。另外一邊趕緊加工，要將下當交的蔥仔攏甲洗起來，避免互風台影響到。同款佇宜蘭北台灣唯一的旺來專業產區，旺來農趕緊將這旺來葉仔甲拔起來，避免旺來因為風雨加上日頭曬造成農損。風台過一定會好天嘛，日頭拋的，你也拋兩下就爛去啊。今仔都開始要採收完了。二號旺來要開始採收啊，果農趕緊順時加工。另外，佇花蓮玉里的火龍果園，農友上細間已經9分的，要將下當採收的先甲挽起來。雨下太多的話，它果實會不甜，然後又怕裂果。台南農友嘛，趕緊將阿姆卡羅也是叫殼來甲採收落來。這屆報這遮大，嘛拖咧等。要有雲林斗六興菜，農友天未光就來搶收啊！日頭出來時有夠熱，因過動作嘛袂當停。產農玉米菜爛去啊，因為你泡水泡太久啊，你若就這種魅力就是菜咧爛速度就緊的。啟動的金蕉園，農友嘛趕緊加強，避免金蕉長好風台掃斷去。金龜農嘛趕緊順菜園啊，下當收的趕緊先收起來。雨水來，它會直接浸在土地。包圍風台要來啊，全台農友攏真緊張，希望講會當盡量減少損失。